大家好，我係 Daniel。今日我嚟到聖公會聖若瑟小學，學校早前參與咗由周大福企業社會方案 CTFE Social Solutions 全力支持，認動香港體育基金主辦嘅學校一起動嘉許計劃，並榮獲最高榮譽，以體育造就青年傑出學校大獎。聖若瑟小學喺理念、課程、師生參與、家校合作等方面都有出色嘅表現。等我哋一齊嚟了解下佢哋點樣用運動全面造就學生成長。校長啊，恭喜學校獲獎啊！你可唔可以分享下咧聖若瑟小學喺體育教育方面有咩長遠嘅規劃咧？多謝你啊 Daniel。其實我哋學校咧都喺2009年已經制定咗校本嘅活力校園政策，目的係營造校園體育文化氣氛，想學生中意運動、識得運動、日日都做運動，達至 MVP A60，慢慢建立咗活躍同埋健康嘅生活方式。而我哋好榮幸呢個政策咧獲得教育局輯錄咗喺小學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入邊。我哋嘅活力校園政策推行咗多項措施，學校每年咧都會舉行若瑟傑出運動員選舉，全校嘅老師同埋學生咧都會一齊投票，目的係表揚有卓越運動表現嘅學生，推薦 MVP A60。學校咧會為候選嘅運動員製作特輯，分享咧佢哋喺運動嘅歷程同埋心得。而我哋咧亦都會照顧學生嘅多樣性，例如會開辦若瑟活力之星嘅運動班，老師咧會邀請較少做運動、體能比較弱嘅同學參加，內容有體能訓練啦，有健康小知識嘅分享，又會咧喺活動前後做體能嘅評估，老師會陪住體能比較弱嘅同學一步一步建立運動嘅習慣，揾翻佢哋嘅自信。學校願景清晰，政策落實，而且以學生為本，循序漸進，唔怪得咁多學生參與活動啦。冇錯。吳老師啊，校長講到政策同埋願景啦，你哋喺課堂上面係點樣落實嘅呢？我哋會喺多元、普及、持續3個方面落手嘅。我哋學校全學年咧會舉辦多次嘅大型體育活動，例如上學期我哋會舉辦陸運會、體適能日，下學期我哋會舉辦體育活動日、壁球全校賽，學期尾又會舉辦緊張刺激嘅 sit up 比賽，分個人同接力賽㗎，務求希望呢個熱刺嘅體育氣氛貫穿到全學年。課後嘅體育活動亦都多元化，我哋重點發展壁球活動。一般體育班之外，我哋亦都會有中華文化嘅龍獅藝班、旗操隊、科技與運動結合嘅無人機足球班、歷奇活動，同埋會有新興運動體驗添啊！哇，聽落真係好全面喎！我想問下啲學生反應係點㗎？學生反應當然係好啦，因為可以喐動啊嘛。喺上學年咧，我哋差唔多有80%嘅同學咧係會有參加我哋學校舉辦嘅恆常體育運動㗎，例如大型嘅運動咧，體育活動日啦、陸運會啦、體適能日等等咧，我哋都係全校師生、家長一齊參與㗎，真係希望做到全校動起嚟啊！我聽講你哋咧仲有同唔同嘅團體同埋社區合作㗎喎。係啊，我哋咧積極同社區聯繫嘅，例如龍獅藝隊。最近仲獲咗教育局邀請參加少年中國處嘅錄像演出，體現到少年強則國強嘅精神。學生仲會擔任體育大使，去幼稚園同社區表演，又會指導幼稚園學生打鑼打鼓、舞旗咁樣推廣中華文化、體育藝術啊！哇，真係好難得喎！唔單止喺校裏邊做得好，仲走出去連結社區同埋其他學校。冇錯啊！其實呢啲經歷咧係我哋專登為學生而設嘅，我哋希望學生更加有自信，建立到正面嘅體育文化。學校一起動，支持小朋友每日運動1個鐘。